他无说你对唱吼，啊那，敢若歹听歹势哦，啊先来甲大家问好，一直兄你好，凯巴林你好，吴险你好，连科木纳你好，周平啊谢文你好，啊这个是日万你好，啊是这哦内你好，阮遮拢讲台语哦，啊何人啊你好。Indiska 你好，咖你好，好今仔日吼，嘛共款继续吴道讲的故事。进前路讲着迄个有一个叫做赵孝义甲李官，啊甲一个林无杨，迄个叫啥？杨美惠吼，啊因三个人做伙来到牛道港，啊咧驾车来到牛道港这个渔村来驾车。好，啊，过来开始下面的故事。赵孝义甲李官伫大学的时阵，已经是一对，对无？已经斗阵啊。因是抱着满怀理想甲热情，准备到牛道港来落地生根的。赵孝义是对台湾庄较大汉的囡仔，伊的故乡甲牛道港足像的，是一个矿区，阁是一个农村，嘛有一个小小的渔港。那会这个？哦，这是另外的话啦吼，因为这个伊头仔讲的是一个矿区，阁是一个农村，阁是一个渔港，啊，就互我想到，我的故乡嘛是，阮老母迄边应该嘛会使算我的故乡啦吼。自细汉嘛就是离遐大汉的，离遐嘛是共款，有矿区，有渔港，啊嘛有农村，吼。讲较简单的啦，迄个即摆热清德甲我是共乡的啦，真正是共乡的哦。好，啊，全村总共有10几条的线板船，大天一到，村内的查甫人拢落海去掠鱼啊。但是过了旧历的8、9月，东北季风渐渐吹来的时阵，人就甲渔船啊驶入咧湾坳内底。较细的船啊，为了避免占了大只船停的位，还阁爱扭起去岸顶休困。然后，大家又阁摕着乌炭的工具，到炭坑乌炭。大多数的家庭嘛拢加加减减有一块仔小农地，平常时拢是查某人甲囡仔咧看顾。大家无分查甫查某，老的细，一年总是无闲，对头无闲甲尾。但是生活煞不见得有偌好个，所以村里的少年人便逐个拢走到都市求发展啊。村里敢若有一寡老的查某人啊甲囡仔，甲足少几个伫都市，因为种种原因袂当适应的，啊感觉庄脚会清廉。所以因的故乡自从因全家搬离了后，听讲阁比以前阁较败落啊，足侪田地拢拍圆去啊。炭坑嘛因为找袂到少年的工人，大量的减产。沿海的渔业嘛因为海洋严重的污染更加没落啊。